自2025年10月12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听无去行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33章21节到33节。第12年10月初5，有一个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来我遮，伊甲我讲。耶路撒冷城已经沦陷。这人来的前一暗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互我话搁讲话。第二日早起，这人来我遮以前，我的喙已经开始话讲话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住伫以色列荒废的城的人民讲。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得到这块土地，咱人数遮侪，这块土地搁较会用得，互咱做产业。你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食加血的肉拜偶像，搁杀死人，还想要得到这块土地做产业无？恁可着咸过日子，做通厌恶的事，人人犯奸淫，还敢想要得到这块土地做产业。你着搁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恁住伫荒废的城的人民要互人杀死，住伫野外的人要互野兽吞食，秘伫堡垒也是洞内的人要得着瘟疫死去。我要互这块地彻底荒废，因所夸耀的拢要消失。以色列的山要荒废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为因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，甲因刑罚，互土地下荒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：人子啊，你的同胞伫城墙边，伫厝门口谈论你，因互相讲来讲去，来，咱来听看上主话讲甚物。因规阵做伙来，亲像要来聚会，坐伫你的面前，敢若是我的子民。因听是听，毋过无去行。因的喙拢在强调听，毋过因的心在想不义之财。伫因的心目中，你不过是声音水，敖唱情歌，搁会晓弹琴的歌手。你的话，因这耳听迄耳出，拢无去做。毋过你讲的话，真紧就会实现。你的话实现的时，因就知，捌有先知伫因中间。听无去行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以西结遐，以及人民对先知话语的反应。上帝借着先知的喙，教导人民的内心世界，因嘴耳讲听上帝，却毋真正顺服，反倒沉溺伫家己的欲望甲错误的安全感。这种态度最终导致毁灭。耶路撒冷会陷落真侪因悖逆的惩罚。人民虽然还继续找求安慰甲盼望，但是上帝已经决定无搁再容忍因的恶行，灭亡真做袂当逆转的结果。2000年10月12日，美军科尼号驱逐舰伫也门阿丁港遭遇恐怖组织盖达的自杀炸弹攻击，造成17人死亡，39人受伤。
这事件震惊全球。后来，美军伫2003年击败该战攻击事件的主谋者贾马尔·巴达威，甲以色列当当时的以色列人听阁无要实行同款。这个自杀炸弹客听信极端宗教领袖的白菜话，阁付诸行动，最后付上性命的代价。两种无同的做法，导致相款的下场，互人真感慨。伫台湾这个基督徒要占少数的环境中，通看到真侪民间宗教的活动，吸引袂少人。这也互真侪基督徒感叹：假神真歹。即句话检采也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：基督徒是毋是真神假拜咧？对旧约来看，敬拜上帝毋单单是关系会幕应该安怎建造，这是应该安怎献祭那尔。摩西五经有较侪篇幅伫说明上帝的子民应该安怎生活，安怎伫食物、居住环境、衣服顶面体现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以及安怎伫农业活动、政策产香顶面体现公平正义。总是对后来众先知的呼吁中，通看到以色列人并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除了拜偶像的问题以外，因的社会也充满不公不义的代志。规约中的反省，值得咱这个活点恩典时代的基督徒思考：什么是咱应该爱献上的？是踮教堂内面的敬拜，还是伫生活中间真正落实上主的教导呢？对今仔日的经文，通发现先知以西结的传讲，毋是无人要听，相反的，以色列人是大阵做伙来。可惜因听完却甲先知的话当作耳边风，犹原过着贪婪的生活，生命无改变，这敢毋是真可惜？真侪时阵，咱咧讨论要用什么方式吸引更较侪的人来教会敬拜主，还是伫特定的节期借由送礼物、办爱餐等等的方式，互人愿意来到伫教会咧？伫 COVID-19 疫情了后，真侪人发现，原来通踮厝内做线顶礼拜，而且线顶的选择阁袂少，也会当挑选家己喜意的讲员和教会的气氛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做阵来听完讲员传达上帝的旨意了后，咱爱安怎做来回应上帝呼召呢？默想，我应该安怎做，才是真实听叹上帝话，实践上帝的旨意呢？我应该安怎做，才是真实听叹上帝话，实践上帝的旨意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提醒我，莫只有听牧者传讲你的话，却毋付出行动。求你互我的心无搁再公义，会当真正悔改，顺从你的话去行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